谁抱怨公鸭？嗯，来看血泡，真漂亮。看看血泡。有吧？原始血泡原始。昨天那个给40万的那个，给我看一下。米粒的。不是这一个。红的。我德隆标记里就加了呀，养了。那样了。按摩了，哦，他那进门来打对了。对的。这去出来。天嘛，哪里呀？是。你等被打的啊？你。什么等被他了？你等。哪里？我德隆标了。那德隆我等。我只听到他给了40万这个血泡，真的颜色很好。拿着养不来了。养不来，阿龙嘛，阿龙谁的？哦，来的呀是，不一样的呢。对嘞。那可能对没必要。